願恩惠平安從我哋嘅父上帝並我哋嘅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首先問大家一個簡單嘅問題，大家有冇試過去到一個地方嘅時候，心裏面可能會有一把聲，佢話你唔係屬於呢度嘅，可能係某一個工作嘅環境，可能係禱告嘅時候，同禱告冇乜關係，你唔屬於呢度啦。甚至乎可能返到教會嘅時候，有把聲都可能會同你講：啊，你咁嘅人，上帝點會接納你呢？你唔好以為我唔知道你做過啲乜嘢啊！上帝都知㗎，你又衰咗啦！你真係值得或者配得喺呢個地方咩？我最近呢一兩年呢，因為人到40啦啊，都中年啦，對我嚟講，咁我呢就開始參加返一啲嘅母校嘅一啲校友會，就希望呢去回憶下以前嘅生活。咁可能大家都問，點解40歲嘅時候先至返母校呢？原因因為我喺學校裏面成績肯定唔係最好嗰一半，係一半以下啦。第二就係操行咧都唔見得係最優秀嘅嗰一班人，所以咧我係好唔願意咁返母校。萬一返到去見到啲讀書好叻嘅同學，好尷尬或者好羞恥，甚至乎覺得同啲同學或者同以前學校嘅同學去傾偈，或者同佢哋去交流嘅時候咧，個個都又優秀啦。無論學業啦、家庭啦，各方面都好優秀。我點樣或者我點會配，或者好冇面同佢哋去相處、去經歷？其實我好相信，我哋唔配喺呢個空間，無論係邊個地方都好，都唔係一個好罕見嘅感受。我相信其實每一個好誠實嘅人呢，都會有呢個掙扎嘅。甚至乎去到食嘢嘅時候，好似同呢個地方格格不入，甚至乎好似我好似唔應該喺呢個地方喎，好似呢，我係同呢個空間或者身邊嘅人完全係有好大嘅落差。今日嘅福音書係馬太福音9章9至13節，裡面故事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叫做馬太。馬太係一位嘅稅吏，喺當時嘅社會呢，稅吏即係馬太啦，佢咧就係徹底被排斥嘅，更加係被呢一個猶太嘅民族宗教嘅圈子視為上帝已經放棄咗嘅人。馬太佢坐喺呢個稅關嗰度，即係佢坐喺一個好明顯收稅嘅地方，基本上每一個人行過或者遠距離咧，都會見到佢好似我哋以前即係呢個收銀處咁啊，你總會見到呢一個人嘅。不過又冇人願意行近呢一個稅吏嘅位置。然後耶穌就行過呢個地方。今日所睇嘅經文唔單止徹底改變咗馬太嘅一生，其實亦都改變咗我哋對上帝嘅認識，甚至乎對自己嘅認識。先嚟睇下第9節嘅經文。經文話，耶穌從那裏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在稅關坐着，就對他說：來，跟從我。他就起來跟從耶穌。馬太在稅關坐着，讓我哋試下將呢個畫面諗一諗，擺喺個腦裏面。我哋平時話，我哋好多嘅祈禱，好多嘅聚會，先至會遇到耶穌嘅。但係我喺經文裏面見到調翻轉，馬太係坐喺度嘅啫，翻緊工咋。佢冇尋求上帝，佢更加冇攞本聖經出嚟讀添。佢到底有冇認真咁樣思想悔改呢？喺經文裏面亦都冇睇到佢祈禱，佢話主啊主啊，我要改變啊，我準備好啦，請你嚟呼召我啦。其實馬太佢淨係喺度做緊佢嘅工作，返緊工或者係日常生活啫。
呢一個嘅工作係令到佢喺呢一個宗教甚至乎呢一個嘅社會嘅圈子本身係被排斥、被定型、被藐視嘅工作，但係佢就坐喺嗰個嘅地方，然後耶穌見到佢行過去，就同佢講咗4隻字：來跟從我。就係咁咋，4隻字，冇條件，冇試用期，冇要求過馬太要放棄啲乜嘢，改變啲乜嘢，甚至乎你嚟跟我啦。不過證明先，耶穌冇啊。有冇睇到？耶穌冇話等馬太改好咗先至嚟跟從耶穌。耶穌更加冇話你好似爭人錢喎，不如你還晒佢先啦，或者你表現下自己先再講啦，諗清楚啦。耶穌冇，耶穌更加冇同佢講，你想嚟跟我啊？你想改啊？等我睇下你，觀察下你先，睇下你有冇誠意，再決定要唔要呼召你嚟做我嘅門徒。耶穌淨係講來跟從我，呢一個就係上帝嘅愛，上帝嘅恩典嘅邏輯。因為上帝嘅恩典唔係要等一個人準備好，上帝嘅恩典更加唔係等到條件充足齊全。上帝嘅恩典正正就係喺我哋最唔配、最唔值得、最冇可能嘅時候，上帝主動嚟到我哋嘅面前。咁馬太嘅反應呢？聖經話他就起來跟從耶穌，有3隻字，就起來。馬太佢唔係諗前諗後，馬太更加唔係喺度考慮咗好幾日，更加唔係打個電話同老婆講，老婆我跟耶穌啦。冇啊，佢冇問過屋企人啊，佢更加冇將自己嘅銀包或者賬目全部結清，找晒數之後先至跟耶穌。佢係即刻起來，然後跟從咗耶穌。咁可能我哋又會去諗啦，有咩動力，有咩咁吸引力可以令到馬太呢一個本身收緊錢，日日收緊錢，仲可以咧穿櫃桶底嘅人呢，可以即刻去委身，可以去跟從耶穌呢？因為係上帝嘅恩典臨到呢一位不配嘅人，唔係馬太佢自己先有一個好有感動，好有衝動，好想去委身耶穌，先得到耶穌嘅呼召，而係嗰個呼召嘅本身，即係耶穌 call 佢叫佢嘅時候，就已經帶住上帝嘅恩典，帶住一個已經能夠改變馬太嘅力量。所以上帝嘅恩典唔係淨係邀請咁簡單，因為上帝嘅恩典本身就係有能力嘅。喺今日嘅引題嗰度，何西阿書話俾我哋知道，第15節講：我要去，我要回到原處，等他們自覺有罪，尋求我的面。危難時，他們必切切尋求我。上帝曾經話佢要退去離開，等佢嘅百姓轉向佢。呢個係一個好動人嘅圖畫。原來上帝行開，或者暫時行開，或者我話上帝等緊嘢嘅時候，佢唔係好冷漠嘅。上帝等緊嘅時候，佢唔係放棄嘅時候。呢一種係一個好深沉嘅愛，就好似一位爸爸咁。爸爸企喺一個遠距離嘅地方，佢一直隻眼望住一個返緊屋企嘅路嘅時候，其實佢個心從來都冇離開過嗰個迷失嘅小朋友。上帝佢等緊，但係到等候結束嘅一日嘅時候呢，就係上帝恩典親自行到去人當中，人嘅面前嘅嗰一日。今日我又問下大家另一個問題，你又等緊啲咩呢？你係咪等緊自己變得更加好呢？
你係咪等緊自己做得更加叻嘅時候，更加好、更加值得，先至相信上帝係真係愛你嘅呢？我哋又係咪等緊？哎呀，我啲壞習慣未改啊，改埋先啊，先至返教會呢？係咪我哋有啲壞習慣呢，先至敢服侍上帝，先至敢行近呢一位嘅主耶穌呢？又或者我哋係唔係等緊一啲特別嘅 feel 啊？而家好中意講感覺噶，係咪等緊啲特別嘅感覺出現啊？哎呀，先至相信自己真係俾主耶穌呼召嚟跟從佢呢？唔好意思，我哋等唔到嗰一日嘅，因為上帝恩典嘅次序唔係先改變，唔係先戒晒啲壞習慣，先至被佢呼召嘅。上帝恩典嘅順序係佢先主動嚟到我哋當中呼召我哋，然後我哋喺佢嘅臨在，喺佢嘅福音裏面，一步一步嘅改變，一步一步嘅成長。我相信馬太嘅改變，佢唔係耶穌講話來跟從我，然後叮，好似魔法咁樣，即刻變咗個完美嘅人。佢唔係喺跟耶穌嗰個時候發生嘅馬太嘅改變。馬太嘅改變係從嗰一句來跟從我開始，改變我哋嘅唔係我哋嘅努力，而係我哋見到我哋嘅主耶穌嘅美好。然後第10節，耶穌在屋裏坐席的時候，有好些稅吏和罪人來與耶穌和他的門徒一同坐席。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的門徒說：你們的老師為什麼與稅吏和罪人一同吃飯呢？故事繼續，睇到馬太起身，然後跟從咗耶穌之後，佢開咗個 party， 整咗個大餐。聖經裏面話，耶穌在屋裏坐席嘅時候，有好些稅吏和罪人來與耶穌和他的門徒一同坐席。喺猶太嘅文化裏面，同人哋與人坐席啦，或者同台食飯啊，用今日嘅表達方式。原來同台食飯係一個好重要嘅社交嘅表達，即係你同邊個同台食飯，就係自己有啦，甚至乎會夾餸俾佢添嚇，係咪啊？當然有啲文化用公筷啦嚇，但係咁我或者係自己搞掂。但係原來同台食飯係代表你接納佢。更加重要係你認可佢喎，如果唔係點會同佢同台食飯呢？甚至乎我會話同我食飯嘅都係同類嚟嘅，係咪啊？啊，唔好望隔離啊，異類未必會同台食飯嘅，通常同類嘅。拉比同埋法利賽人呢，佢哋更加冇可能會同罪人同台食飯，因為如果佢同啲衰人啊、罪人啊、唔聖潔嘅人同台食飯，就會讓佢哋喺宗教上面覺得自己被玷污、唔潔淨、唔乾淨，更加會影響佢哋俾人指指點點，損害咗佢哋自己嘅名聲。所以同台食飯就係一個身份嘅宣告。所以當法利賽人見到耶穌同一班咁嘅人同台食飯嘅時候，佢哋完全冇辦法接受呢樣嘢，所以佢哋好有趣喎。佢哋冇直接問耶穌，經文話佢哋去問門徒啫。佢話：你們的老師為什麼與稅吏和罪人一同吃飯呢？其實呢個問題嘅背後就收埋咗一套好根深蒂固嘅邏輯。即係配得上嘅人啊，聖潔嘅人先至能夠靠近上帝嘅，行為端正嘅人先至有資格享受上帝嘅臨在。你必須要改變，先至能夠被接納。呢一個就係宗教嘅思想，宗教嘅邏輯，唔係上帝憐憫，唔係上帝愛，唔係上帝恩典嘅邏輯。耶穌嘅回應，佢唔係講咗一大篇好長嘅辯護論文，佢淨係用行動說話。耶穌佢冇即刻拍台，你講得好啱，我走先。佢冇即刻行開，
耶穌佢冇離開咗呢一張台，佢更加冇向呢一班法利賽人道歉，佢更加冇用一個好好嘅藉口，我而家教緊佢哋嘅啫，佢冇為自己解釋。耶穌仍然選擇留喺嗰張台嗰度，留喺嗰一班俾人拒絕、俾人定型、被宗教制度淘汰嘅一班人嗰度。所以喺呢一張台嘅本身就係上帝恩典、憐憫、慈愛最有力嘅宣告。讓我諗到保羅喺今日嘅新約書信羅馬書描述咗亞伯拉罕嘅信心。經文話，因為上帝給亞伯拉罕和他後裔承受世界的應許，不是藉着律法，而是藉着信而得的義。亞伯拉罕佢係一個睇落去係絕望絕境嘅處境當中，因為第19節記載話，亞伯拉罕他將近100歲的時候，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撒拉也不可能生育。咦，喺呢個咁絕望嘅處境，佢仍然相信上帝喎。因為保羅喺第18節裏面話，他即係亞伯拉罕啦，喺沒有盼望嘅時候，仍存着盼望來相信。然後第19節話，他的信心還是不軟弱。20，仍仰望上帝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而起疑惑，反倒因信而剛強，將榮耀歸俾上帝。我哋喺呢段嘅經文裏面睇到，亞伯拉罕佢唔係等到所有嘅條件環境改變改善先至相信。亞伯拉罕喺條件最差最絕望冇可能嘅時候，佢相信，然後上帝稱佢為義，即係一係上帝嘅恩典嘅接納，上帝嘅愛從來都唔係等到呢個條件環境改變咗先至發生。耶穌同呢一班罪人同台食飯嘅事情裏面，其實喺聖經裏面呢，一個咁大咁宏觀嘅故事，有一個更加深嘅預表。喺嗰張馬太屋企嗰張台食飯，其實係指向另一張台，就係喺我哋主日我哋喺聖餐崇拜，喺聖餐圍埋一齊，或者喺上帝一張聖餐台面前一齊領受。因為嗰一張台唔係為咗一個完美嘅人預備嘅，原來聖餐嗰張台係為咗有需要嘅人預備啦，即自己為咗嗰啲飢渴嘅人預備，為咗嗰啲知道自己好需要主耶穌、好需要上帝嘅恩典嘅人預備。而邀請我哋去到呢一張台呢，唔係我哋有幾叻，唔係我哋幾有資格，而係我哋呢位主耶穌佢自己嘅恩典。可能有時我哋領聖餐嘅時候，有時都幾尷尬，或者好矛盾嘅。明明今朝先嗌完交，或者可能琴日先至做過啲衰嘢，或者上個禮拜咧做咗好多奇奇怪怪嘅嘢，肯定唔好合乎上帝心意噶啦。我哋唔配領受上帝嘅聖餐。但係我好想話俾你知道，嗰把聲唔係來自主嘅聲音，因為我相信主嘅聲音會話嚟啦，主嘅筵席已經為我哋預備啦。就係因為我哋唔好，就係因為我哋衰，就係因為我哋係罪人，更加需要主嘅餐。所以佢為我哋設立咗呢一張嘅台。上帝嘅恩典唔係話我哋配先至嚟，上帝嘅恩典係想講，因為耶穌喺度，所以我哋可以去到佢嗰度。然後第9章第12節馬太福音繼續記載，耶穌聽見就說，健康的人用不着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經上說，我喜愛憐憫，不喜愛祭祀。這句話的意思你們去揣摩，我不是來召義人，而是召罪人。
耶穌之後就講咗一句令到法利賽人永遠都冇辦法忘記嘅說話。佢話健康嘅人用不着醫生，有病嘅人先至用得着。曾幾何時，有啲人都會去問：哎呀，我究竟幾時先至信耶穌好呢？甚至乎我屋企有時都會咁講啊！我相信我屋企人都睇緊直播。咁佢問：哎呀，幾時咧？但係我唔會返教會咧，我唔會有認識過耶穌，未返過教會。跟住咧，我媽咧就話：哎呀，你要陪佢返啦，你要邀請佢返啦。我妹喺台灣啊，你有機會去台灣嘅時候帶佢返啦。咁我心裏面咧就成日都浮現呢段經文嘅，我覺得幾猛憎。哎呀，如果佢急病就唔使叫我帶佢噶啦，肯定自己去揾噶。個重點可能係未必覺得自己好需要，或者唔覺得自己有病。我喺我嘅工作嘅環境，成日都會遇到好多嘅年青人。最近我哋喺身邊流行一樣嘢係乙型流感，一個傳一個，一個傳一個，包括傳染到俾我。但係喺我哋同學之間呢，成日都話你病啊，睇醫生啦。啲同學就會話我冇病啊，咳緊嘅喎。我話咦，一聽日唔返學咯喎。係啊，我發燒，不過我唔睇醫生。其實呢一種嘅症狀，好可能就係我哋每一個人都會有諗過嘅時候。特別是係弟兄啦，有病啊，唔緊要，自己搞掂啦。唔舒服啊，唔緊要，瞓下就好噶啦，轉個頭就冇事噶啦。其實有時我哋人就係咁噶，有少少問題唔承認，問題多多唔承認，甚至乎唔敢面對呢個問題，因為怕個醫生同我講我大病。但係其實我哋嚟到上帝嘅面前，係因為我哋每個人都係有病嘅人，我哋係有罪嘅人，我哋都好需要呢一位大醫生，呢位主耶穌去醫治我哋。也健康的人用不着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其實呢句話表面上係常識，但係其實對於佢哋呢一班宗教嘅人士，就係一個革命性嘅顛覆思維嘅講法。因為法利賽人一直都以一個咁樣嘅邏輯㗎，佢哋會認為你要先潔淨，搞一大堆嘢，然後先可以嚟到上帝嘅面前嘅。即係我哋需要喺宗教上面先健康，然後上帝先至願意接待你或者接納你。喺舊約裏面唔係錯，佢哋好敬虔嘅，佢哋做好多呢啲噶。但係耶穌卻喺呢個時候將呢個邏輯完全反轉過嚟，佢話唔係啊，就係因為你有病，所以你先更加需要嚟我度啊嘛。上帝唔係因為我哋冇問題先至愛我哋，反而上帝係喺我哋成日都有問題嘅時候，主動嚟到我哋當中陪住我哋。然後耶穌就引用咗何西阿書6章嘅說話，佢話我喜愛憐憫，不喜愛祭祀。這句話的意思，你們去揣摩。其實呢句話耶穌講得好重嘅。耶穌對住一班好熟聖經嘅法利賽人，拉比面前同你拋書包喎。其實耶穌咁講，係咪暗示緊或者明示緊同佢哋講，不如你哋翻去睇一睇何西阿書啦，嗰卷嘅書卷，你哋以為自己已經好明白好懂啦，因為你哋以為上帝要嘅係完美嘅宗教表現，要嘅係守規矩行儀式，保持潔淨嘅外表。但係上帝透過先知何西阿講嘅係，我喜愛慈愛，夠佢用慈愛呢個字啊，或者憐憫啊都可以。不喜歡祭物，喜愛人認識上帝勝於燔祭。所以上帝要嘅係憐憫、慈愛。主耶穌要嘅係我哋嘅心，唔係我哋嘅表現。何西阿書裏面就有一個好靚嘅圖畫，上帝嘅百姓從重病裏面甦醒啦，然後佢哋就話啦，喺第一節，來，我們歸向耶和華，他撕裂我們也必醫治，打傷我們也必包紮。過2天他必使我們甦醒，第3天
他必使我們興起，我們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啦。當讀到第3天，他必使我們興起，我讀到呢度嘅時候，我心裏面突然之間就好興奮，因為呢句說話喺我哋嘅主耶穌身上得到啦最終最完全嘅成全。因為我哋嘅主耶穌佢第3天從死裏復活，帶住佢嘅百姓完全醫治，從墳墓裏面走出嚟。然後何西阿書呢一個呼聲，來，我們歸向耶和華。呢個唔單止係當時對住以色列人，即以色列人當時佢哋所講嘅呼聲，而係每一個世代每一個需要醫治嘅人嘅呼聲。而呢一個嘅呼聲喺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復活得到最完全嘅回應。憐憫，上帝嘅憐憫喺十字架上面達到最高峰最高點。十字架係上帝用自己嘅獨生兒子嘅生命，向每一個有病嘅每一位罪人，向每一位坐喺稅關嗰度嘅嗰個人，同佢哋講：我愛你，我嚟啦，我憐憫你。然後耶穌就講咗成段故事最直接最有力嘅一句說話，經文記載：我不是來召義人，而是召罪人。我想大家將呢一句嘅說話擺喺心裏面，不停去思想下。耶穌話：我唔係嚟召義人，而係嚟召罪人。耶穌唔係話我嚟揾一啲配得上我恩典嘅人。耶穌唔係話我嚟到我要揾嗰啲已經悔改到夠晒嘅人。耶穌更加唔係話我嚟啊，我要揾嗰啲表現非常良好嘅人。耶穌更加唔係話我嚟要揾嗰啲冇犯過錯嘅人添。耶穌話：我不是來召義人，而是召罪人。讓我哋將呢句經文擺喺我哋心裏面。如果我哋心裏面有一個聲音話我係罪人，所以耶穌唔要我可以講我哋都啱一半嘅，因為我哋的確係罪人，蒙恩嘅罪人。但係個結論有啲可以調整下，就係正正耶穌講嘅，我哋係罪人，但係正因為咁嘅原因，耶穌嚟啦。耶穌為咗我，為咗你，為咗我哋嚟到啦。上帝喜愛憐憫，憐憫係上帝對罪人最深嘅本能反應，即係唔係我哋要修復自己先至能夠被憐憫嘅。我哋唔係覺得要表達得或者表現得 pretend 得好好，睇落去更加好先至被醫治被接納。我哋而家就可以帶住我哋所有嘅困難，所有嘅破碎，甚至乎可以帶住喺我哋生命裏面冇辦法解決嘅問題嚟到耶穌嗰度。因為耶穌就係嗰位話我嚟就係要為咗你。讓我將今日嘅故事再講一次。一個叫做馬太嘅人坐喺稅關嗰度，佢過往好唔乾淨，佢嘅職業更加係俾人哋鄙視。喺佢哋當時嘅社會宗教嘅圈子，冇資格冇位可以坐，更加冇人期待呢個人啊第時可以點改點變添啊！但係耶穌行過嚟望住佢講話4隻字，來跟從我。馬太就即刻起身跟從咗佢，然後仲要同佢同台食飯。耶穌同一班罪人同台食飯，法利賽人皺起眉頭，冇辦法接受。但係耶穌冇離開過嗰張台。然後耶穌話：我喜愛憐憫，不喜愛祭祀。我唔係嚟召義人，而係嚟召罪人。我今日想去同大家講，你同我都係嗰位嘅馬太，
可能喺呢一個馬太嘅故事裏面，某一個地方，揾到自己嘅特徵喎。又或者我哋本身就係坐喺稅關嗰度嘅馬太，覺得自己係被 bully 嘅，被邊緣化，唔屬於教會，更加唔配被耶穌呼召嘅。又或者我哋可能係坐喺同耶穌同台食飯嗰位嘅馬太，我哋已經被接納。不過被接納完之後，都唔係好敢相信自己被接納嘅，我咁衰。又或者我哋可能認為覺得我係就係嗰個需要醫生嘅病人，知道有需要啦，但係又好疑惑，好唔確定耶穌係唔係真係願意嚟幫我呢？無論我哋今日係邊一個嘅處境，今日嘅信息都一樣。上帝嘅憐憫，上帝嘅恩典呼召你，唔係等我哋準備好。上帝接納我哋，讓我哋同佢同台食飯。上帝醫治我哋，係因為佢喜愛憐憫。嗰個喺各各他十字架上面展開雙臂嘅耶穌，佢今日仍然都張開佢嘅雙臂，對我哋講：來跟從我。唔係聽日，唔係後日，唔係等你準備好，就係今日。就係嗰句嘅說話，來跟從我，讓耶穌呢一句嘅呼召擺喺我哋心裏面生根成長。讓我哋同低頭禱告。親愛嘅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話俾我知道你喜愛憐憫，我哋更加感謝你差遣主耶穌嚟召一班嘅罪人，因為就係召咗我哋。但願主你親自祝福今日嘅信息俾每一位聽到嘅人，都能夠喺你嘅恩典裏面安息，唔係用自己嘅表現嚟衡量你對我哋嘅愛，而係將你來跟從我擺喺每一個人心嘅裏面，成為真實有力嘅呼召。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阿門。